嚟到屬豬嘅朋友嘅運程啦。聽講咧，師傅啊，你有個屬豬嘅朋友咧，佢上年犯太歲，犯到個佛堂就嚟俾火燒咗喎。佢唔係朋友，佢係我徒弟添，所以佢而家好緊張咧，睇下今嚟緊2026咧屬豬咧，就係咪咁黑？真係好黑㗎，因為我都話明咧，2025屬豬咧係83嗰隻。係咪83啊？83嗰隻豬係特別難搞嘅。好啦，唔使喊啦，好翻啦。嚟緊咧就係屬豬嘅朋友喺2026年啦，咁佢運程去到75分㗎啦。哇！我話俾你聽，由一個谷底咧就上翻去山頂喎，係嘛？你唔使咁驚啦，因為咧嚟緊26年咧，咁就會有一個叫做係佢個水啦，因為屬豬嘅水咧，佢就會同嗰個火咧個暗合，因為咧會即係大家會融合啦。大家話水火相沖嘅喎，咁點會即係會好翻呢？因為佢會喺易經上面會有個水火既濟。咁紫微斗數裏邊咧，亦都有天德啦。成日聽得我幫人算命，天德係吉星嚟噶嘛，逢凶化吉，係啊，佢個星嘅特徵就係話點樣都好咧，都一定會成功嘅一粒星嚟嘅。咁啊，福星照顧啦，貴人運又會係特別好啦。咁唯獨是得一樣嘅，就係劫煞。咁劫煞咧都係破財嘅啫。咁啊，所有即係我哋都要有好有唔好啦，咁所以唔使咁驚噶啦。咁喺事業之中咧，就暗中一定有貴人相助。哇，聽到都好開心。喺機會之間咧，就不知不覺間咧就會出現噶啦。所以屬豬嘅朋友咧，一洗以前嘅霉氣，嚟緊2026咧非常好運㗎。咁而且咧亦都適合咧喺策劃啊或者係研究嘅工作喺幕後幫助一啲嘅大貴人啦。咁財運又會開始翻去穩定啦。之前應該都係比較我哋叫艱辛嘅。咁咧而且咧喺2026咧有意外嘅。